今日想同大家弟兄姊妹同埋朋友咧嚟到係思考一個係人生嘅裏邊係相當係嚴肅，但係亦都係無可避免嘅一個問題。呢個就係有關於我哋每一位嘅人都要係喺人生嘅裏邊，總要係面對我哋暫時嘅死亡，同埋死亡之後將要面對永恆嘅呢個審判。我知道對於人嘅死亡呢一個主題同埋審判係呢一個嘅事實，係不是人係呢一個咧係渴慕想知道或者喜歡聽嘅主題。當我哋嚟到思考呢個問題嘅時候，就好像咧就係呢一個係呢個銷售員係向呢一個嘅家庭嚟到係推銷係呢個人壽保險或者健康保險。好少人咧係會為佢自己年輕嘅子女嚟到想到咧係我急切係需要嚟到考量，係在我家庭嘅預算同埋我經濟嘅能力嘅裏邊咧嚟到係為我年輕嘅兒女嚟到計劃係咧嚟到購買呢一個人壽保險或者係健康嘅保險。人總是係相信係假設我哋活到明天，再活到下個星期，再活到下個月，係再活到就係出年，係再活到，再活到，再活到一個嘅話一個處境嘅裏邊咧，我需要面對我嘅疾病，或者需要面對我呢一個健康呢一個嘅衰敗嘅時候，先至咧開始嚟到考量有關於係人生呢個死亡呢個重要呢個問題。但係咧，我哋唔單止係從呢一個聖經嘅裏邊神嘅話語教導係咧，我們當如何嘅面對呢一個嘅事實。同樣咧，就係從人類嘅歷史嘅裏邊同普遍恩典嘅裏邊咧，都可以咧認識到就係咧各年代嘅呢一個嘅人類嘅社會咧，都關注呢一個嘅問題。換句話說咧，我哋從普遍恩典嘅裏邊看到咧，就係話咧，就係許多個年代嘅呢個人類係沒有咧完全係忽視或者係完全係不理解或者係完全係呢個咧係不理會呢一個嘅主題。我哋想到就係咧，人類靠佢自己嘅智慧嚟到思考呢一個咧永恆嘅同埋屬神嘅事情嘅時候，就往往係喺當中嚟到創造許多民間嘅宗教。所以當我哋想到就係話咧，民間嘅宗教喺佢呢個係普遍恩典同埋佢自己思考人生永恆這些事情嘅裏邊，就讓我哋能夠可以學識某一些嘅智慧。譬如我哋睇到印度教同埋佛教，佢哋都係思考有關於人類死亡、人生痛苦同埋將來死亡後嘅呢個問題。以至到咧，佢哋有呢個論説，當然呢個係虛假錯誤嘅論説。按照呢個嘅神嘅話語嚟到係評估嘅話，就係呢個輪迴同埋呢個解脫嘅問題，點樣處理人生嘅痛苦，同埋咧就係我哋今生之後，將來我輪迴有第二次嘅生命，係也是係中國人民間嘅思想嚟到想到咧，我今生係嘅遭遇係相當嘅差。我盼望能夠喺今生嘅裏邊係做許多嘅善功、許多嘅善行，以至到咧我喺第二次我投胎做一個更加理想嘅人。伊斯蘭教亦都係深切嘅嚟到係思想有關於咧，就係佢哋相信將來最終嘅審判，同埋係永恆嘅生命，佢哋相信呢個事實。以至到咧，伊斯蘭教喺佢哋嘅概念同埋宗教系統嘅裏邊，因着佢哋相信係將來嘅呢一個嘅審判，所以以至到喺佢哋嘅信仰嘅系統嘅裏邊，佢哋咧就係話咧喺今生嘅裏邊，佢哋呢一個咧人佢哋嘅生活係點樣咧？係按照佢哋嘅系統嚟到過着道德嘅觀念同埋佢哋嘅標準，以至到係將來係被審判嘅時候，能夠進入到呢一個嘅係天堂，而不會係進到呢一個地獄呢一個嘅概念。而我哋中國文化，我哋再思考，我哋方才已經我簡單嚟到提到啦。
就係話喺我哋嘅民族觀念同埋文化社會嘅裏邊都有咩咧？係拜祖先呢一個嘅觀念，而係咧有意識同埋無意識嘅裏邊喺呢一個嘅宗教嘅活動嘅裏邊咧，就係話咧，亦都會帶着呢個意念，就係我嘅祖先係佢哋係有靈魂。以至到喺呢一個過程嘅裏邊，就係咧盼望就係我祖先嘅靈魂係在天上也好，在那處也好，就係話咧就係能夠係祝福佢哋後代，讓佢能夠得着呢一個嘅福氣。古埃及嘅文明嘅社會，他們係相當注重嘅思考呢一個嘅問題，就係人生結束之後。死亡之後嘅世界是咩咧？佢哋有相當多嘅傳統同埋佢哋嘅信仰，以至到咧就係話咧，佢哋思考到就係將來嘅審判同埋嘅永生嘅話，讓佢哋能夠咧就係咧係呢個嘅喺個系統嘅裏邊嚟到安排設計一系列相當複雜嘅葬禮嘅儀式同埋過程，同埋製造呢個嘅木乃伊嚟到係確保佢哋所相信。人係去世之後能夠順利嘅進入到另外一個永恆嘅世界嘅裏邊，所以我哋可以從呢個嘅人類嘅歷史嘅裏邊嚟到學習。雖然人係不願意、係不想面對死亡呢個問題，但係咧所有嘅歷代古文明嘅社會嘅裏邊，在某種嘅程度同埋係積極嘅方面，都係思考呢個嘅問題。同樣嘅，我哋想到呢個哲學家係被稱為呢一個西方哲學之父嘅呢個蘇格拉底 Socrates， 亦都咧有許多著作同埋討論嗰邊形容到有關於人生同埋永恆這種嘅問題。喺佢嘅著作裏邊就話佢個學生係記錄到呢一個咧 Plato 佢個學生。係啦，記錄到喺呢一個嘅叫做係斐多篇裏邊一個內容，形容到就係咧人生面對死亡同埋係將來死亡之後嘅呢一個嘅生命。蘇格拉底佢説：佢話咧係那些正確嚟到係研讀哲學嘅人，其實是為了死亡嚟到係做呢個準備。他們係比任何人都不害怕。係死亡嗱，當然呢個係佢哋嘅學説，佢哋嘅理論。但係咧，我哋好明顯嘅，從呢一個世界歷史嘅多種嘅文化，同呢個哲學家喺思考到永恆嘅事實嘅事物嘅時候，總是係咧就係將人類嘅死亡同埋死亡之後嘅人生，係成為佢哋追求同埋係想嚟到係研究認識嘅一個重要嘅部分。可以想到就係話咧，聖經裏邊所說就係神將永恆放在人嘅內心嘅裏邊。雖然我哋人類嘅墮落，但係總不能夠係抹殺呢一個嘅係事實。但我哋方才簡單嘅認識到，在社會嘅文化同埋哲學家嘅這些嘅思維，而咧我哋來到聖經嘅裏邊，我哋體會到這個主題思考有關於人生嘅死亡同埋死亡之後嘅生命嘅話咧，究竟是否係一個重要嘅主題咧？摩西喺詩篇90篇嘅裏邊嚟到係禱告祈求，佢話咧：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嘅日子，好叫我們係得着智慧的心。換句話說，當我思考到咧，就係話咧，我在呢個地上面嘅年日只是係有限的，以至到咧因着我體會到而係得着呢個嘅智慧，好讓我係好好地妥善地善於係使用我今生嘅時間嚟到成為最理想嘅，讓我得着係呢個嘅許多呢一個嘅益處。大家所認識嘅呢個聖經裏邊係相當係純熟嘅經文，就係呢一個嘅係傳道書呢個第7章嘅裏邊教導我哋咩咧？佢話咧係往喪家去，猶如對唔住啊，往喪家去係強如係往宴樂的家。然後跟住佢話原因係咩咧？
因為死是眾人的結局，活人必將這事放在心裏。換句話說咧，就係話喺人生嘅經歷嘅裏邊，我哋普遍恩典都能夠讓我哋體會到，就係話咧，就係當我哋喺呢個喪家裏邊嘅時候，我哋咧觀看到、默想到、面對死亡呢個事實嘅時候，傳道書佢話咧就係強如在呢個宴樂嘅家嘅裏邊。但當然並不是話咧，我哋人類在呢個宴樂嘅家庭嚟到歡樂嘅日子，這個事係犯罪，並不是呢個意思。強如係咩意思話咧？就不要因為在我哋平安同埋係享受人生這些嘅祝福嘅日子嘅時候，而忘記呢一個人生將來面對嘅事實，同埋不可以逃避嘅呢一個嘅事實。又跟住佢話咧，因為人在喪家嘅時候，為何係強如係在呢一個咧係呢個喜樂同埋呢個喜慶之家咧？因為咧死亡嘅事實喺嗰一刻，喺呢個喪家嘅裏邊嘅時候，在哭喪同埋與呢一個咧喪失家人嘅痛苦同埋哀傷嘅過程嘅裏邊，係將呢一個活人就將呢一個事實，將咩事實咧？將死亡呢個事實喺我內心嚟到係思考我自己嘅人生。跟住咧就係傳道書嘅7章4節重複，佢話智慧人的心在喪家，在遭喪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樂之家。當然呢個並不是一個絕對嘅評估，而係話咧俾我哋認識到，假若我哋終日只是係認識同埋體會到咧，就係在快樂之家同埋在快樂嘅人生嘅裏邊，你嘅處境咧，你嘅身份，聖經稱呼為咧，你是一個愚昧人，係沒有計算、評估同埋係考量到你人生將來最終嘅事實，同埋呢一個咧人生係你係不能夠避免嘅呢一個嘅結局。聖經嘅教導相當嘅清晰，而咧就係咧呢個亦都成為係所有呢一個基督教教會嘅牧者係關注同埋常常需要嚟提醒會眾嘅一個嘅主題。有一位牧師寫一本書嘅裏邊，形容到人生嘅短暫。喺呢本書嘅獻詞嘅裏邊，他這樣嚟到寫。佢呢本書係獻給佢話咧。係獻給我主持過喪禮的孩子們。嗱，我查考過咧，佢自己本身嘅家庭裏面，佢有5位嘅兒女咧，都係沒有呢個嘅夭折，或者係咧係年輕嘅時候去世嘅。呢度佢指就話咧，佢喺教會嘅裏邊負責佢哋會眾裏邊嘅孩子們、孩童嘅喪禮嘅裏邊嘅經歷。佢話呢本書我係獻給我所主持過喪禮的孩子們。感謝他們帶來的痛苦嘅教訓，無論生命嘅長短，都如呢個嘅雲霧一樣，係轉瞬即逝。當然佢嘅意思就引用到呢一個嘅雅各書嘅4章14節嘅裏邊，引用到咧就係神嘅説話。佢話：你們原來是一片嘅雲霧，出現小事就不見了。人生喺整個呢一個永恆嘅事實相對比較之下，的確就像呢一個咧雲霧一樣，噗就已經係消失。我哋需要有呢個嘅智慧嘅心嚟到衡量，就係話咧，不單止係你同我嘅人生，每一位人，甚至你係活到90歲、活到100歲，甚至係120歲都好。整體而言，相比之下，就係話咧，我哋嘅人生就好像呢一個咧係雲霧一樣咧，就係咧過眼雲煙，腰先即散。我哋今日嚟到思考嘅主題就係有關於係呢個人類嘅暫時嘅死亡，同埋死亡之後要面對嘅呢個永恆嘅呢一個嘅審判。請大家打開呢個嘅係希伯來書嘅第9章，呢個應該係呢個熟悉聖經嘅人，係呢一個都係相當純熟嘅經文。希伯來書嘅第9章，
我將會從呢個27節讀起。按着命定，意思係按着神嘅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同樣，基督既然一次獻上，擔當了許多人的罪，將來要第二次顯現，與罪無關，意思係與呢個嘅承擔罪係無關，而是為了拯救熱切等候他的人。我想個主要咧，今日嘅主題係呢一個按着27節嘅裏邊嚟到係面對有關於係聖經裏邊指導我哋人生係被神嘅呢一個嘅安定嘅規律嘅裏邊嚟到咧，每一個人都不能夠避免同埋逃避嘅呢個暫時嘅死亡，同埋將來呢個永恆嘅呢一個經面對神嘅呢一個嘅審判。嗱，當然咧，我亦都係應該咧係俾大家知道就係，雖然我係將27節嚟到抽出嚟，係咧嚟到我哋以一個係主題性嘅嚟到係思考，但係咧，我想大家知道就係話喺呢一度嘅經文嘅裏邊，27節同埋28節咧，就係人生嘅暫時死亡同埋永恆嘅審判，並不是呢度呢兩節經文或者呢一節經文嘅主題。換句話說咧，呢一節裏邊嘅內容並不是係整章書呢個第9章，或者係第9章呢個咧就係27節附近嘅經文呢個內容裏邊嘅主題。但係神嘅話語係相當嘅豐盛，所以咧，我想讓大家知道，我係知道呢個嘅主題喺呢個嘅希伯來書嘅第9章嘅裏邊，主要嘅作者在聖靈嘅帶領之下咧，嚟到再一次嚟到係申明證實係主耶穌基督嘅身份同埋佢嘅地位。他不單止咧，他成為神人當中嘅中保，係俾所有舊約所預表嘅人物，正如喺呢個嘅摩西或者係約書亞之類咧，就更加嘅係優勝。同樣咧，喺耶穌基督咧個獻祭嘅裏邊，他也俾呢個亞倫呢一個咧大祭司佢嘅身份，同埋呢個嘅利未人嘅祭祀嘅系統嘅裏邊咧，係更加嘅優勝。所以咧9章23節嘅裏邊咧，就係作者用一個嘅比喻，用一個對比，唔係比喻，一個對比咧，俾我哋認識到就係話咧，地上邊呢一個咧亞倫嘅系統，呢個大祭司咧係教導我哋咧天上邊呢一個嘅係真體。佢形容到就話地上邊就係咧，他們當時係在會幕裏邊嘅呢個祭祀嘅系統，係表彰着咩咧？係在呢個天上邊呢一個嘅真嘅聖所，地上係影兒，天上係真實嘅事實。嗱，當然天上並不是話真正有呢一個咧係實體嘅建築物同埋呢一個嘅聖所。作者係用呢個方式嚟到讓我哋咧嚟到係想像。嚟到係認識到屬靈嘅事情。換句話說咧，就係話咧，當呢個舊約嘅年代，在亞倫同埋呢個嘅以色列嘅系統嘅裏邊，他們有呢個嘅大祭司。藉着大祭司啊，每一年就特別係在贖罪日嘅裏邊咧，呢一個嘅獻祭所表彰同埋理解到屬靈嘅事情係咩咧？就係話咧，人類以色列民係需要血嚟到係經過血嘅潔淨，牛羊嘅血嘅潔淨嚟到咧，經歷到暫時嘅赦免。呢一個赦免咧就係話咧，就係不能夠等候到將來呢個嘅亞倫嘅大祭司所預表嘅那位嘅耶穌基督，那位天上嘅神嘅呢一位嘅永恆嘅大祭司來到咧，他嘅獻祭，他嘅流血係。不單止讓人係赦罪，甚至係能夠潔淨人嘅良心。而咧喺舊約嘅裏邊，呢一個嘅血不能夠係潔淨人嘅良心。所以呢個就係呢個背景。而喺呢個背景裏邊咧，27同埋28節咧，主要教導咧，當時候有一些大部分係猶太裔嘅基督徒，不要放棄呢個基督教嘅福音呢個信仰，係回到猶太教嘅裏邊嚟到盼望咧，係藉着猶太教嘅信仰嚟到拯救你嘅靈魂。
而係話咧喺新約呢位嘅中保，呢一位咧就係更理想、更優勝嘅神嘅這位呢一個嘅祭司，神嘅永恆嘅祭司耶穌基督來到係一次過的獻上。咁所以27同埋28個裏邊咧，你有冇注意到就28節嘅裏邊用呢個字眼係同樣？換句話說咧，喺人嘅經歷嘅裏邊，普世嘅經歷，人人都會係按呢個被安定安立，係有一次死亡。呢個係人嘅經歷，沒有一個人能夠可以逃避，沒有一個人能夠可以避免嘅呢一個經歷嘅裏邊，嚟到同樣地，讓我哋認識到在基督嘅身上所作嘅咩咧，係救恩嘅工作。但我簡單嘅解釋呢個背景咧，就俾大家知道，有時我哋咧睇聖經同埋認識聖經咧，不能夠任意嘅嚟到取一節經文、兩節經文嚟到跳出晒所有呢一個咧經文內容裏邊嘅背景同埋嗰個含義。好啦，跟住咧27節，我想同大家嚟到思考27節嘅裏邊，藉着呢一個作者聖靈嘅帶領，俾我哋認識到咧27節兩個人類人生不能夠改變、不能夠逃避嘅事實。而呢兩個事實咧，就係亦都係神喺佢嘅預定同埋係按立嘅裏邊當中咧，呢個字眼係咧按着命定嘅意思。呢個命定根據呢一個某種嘅法則同埋自然律嘅裏邊，人人都經歷呢一個一次嘅死亡，而呢個係暫時嘅死亡。嗱，呢一個咧字眼咧，命定呢個字眼咧喺新約嘅裏邊只係出現過4次，而係最能夠表達呢個意思就係話咧，呢一個嘅事實，呢一個嘅定律係為着人類每一位亞當嘅後裔嚟到咧喺當中嚟到係保存住。嗱，呢個字眼咧最能夠理解嘅就係咧係提摩太後書嘅4章呢一個裏邊咧，保羅形容到咧就係神係為我嚟到保存住將來呢一個嘅冠冕咁嘅意思。所以咧喺神嘅命定嘅裏邊喺度保存着，就係話咧係為我哋存留着每一位嘅人，我哋出生嘅人都要經歷到有一次嘅呢個嘅死亡。而我點解話呢個係暫時嘅死亡呢？而呢個死亡所帶嚟嘅呢一個為何嚟到帶到喺我哋人類嘅經歷嘅裏邊呢？好明顯，大家熟悉聖經嘅呢個人類嘅呢一個死亡，肉身嘅死亡，好明顯係因為我哋嘅始祖亞當佢嘅犯罪、佢嘅反叛所帶嚟到呢一個嘅結果。創世記嘅3章嘅裏邊，當神嚟到係審判嘅時候，向呢個嘅人類審判嘅時候，宣告3章嘅19節，佢話咧：你必流汗滿面，才有食物可吃，直到你歸了塵土。換句話說，現在世上邊每一個人，無論你嘅年紀係幾年幼或者係幾年長，都是係呢一個咧有着因着亞當我哋嘅始祖犯罪所帶嚟嘅結果，有這個嘅定律，有這個為我哋係流傳着，好像咧就係人呢個嘅有錢嘅家庭為佢哋嘅兒女嚟到保存一筆嘅金錢，無論在銀行也好，無論係呢一個實際嘅珠寶或者金銀也好咧，係流傳給佢嘅後裔。而咧就係咧喺呢個亞當我哋嘅始祖所帶嚟到現在每一個人都需要承受嘅係流傳俾我哋呢一個嘅係流傳產物，就係死亡。沒有人能夠拒絕，就係話咧，我不要嚟到係承受我嘅始祖亞當為我留下嚟嘅這個嘅係結果。呢個就係人類現在我哋嘅處境，也是希伯來書係借用呢一個咧係人類嘅經歷嘅裏邊，就係話咧按着呢一個嘅定律，就係第一點我哋體會到就係話咧，就係普遍呢一個嘅人類社會嘅裏邊每一位人
無論你係不同嘅背景，無論你係貧窮，無論你係尊貴嘅呢一個嘅身份，無論你係有高等嘅教育，也無論你係有低等嘅教育，無論你係呢個貧窮，無論你係富有，無論你係剛強，無論你係軟弱，都不能夠係避免。而呢個事實呢，亦都係相當可怕嘅事實。希伯來書第2章我哋形容到就係話咧，係我嘅人類嘅呢個嘅人類亞當嘅後裔，我哋都有咧係恐懼呢一個嘅係死亡。死亡，我哋常常喺我哋嘅經歷裏邊，我哋觀察得到，但係我哋不能夠親身嘅經歷得到呢一個嘅死亡，我哋只能夠係想像。死亡嘅相反就係咧，係以生命嚟到係連接，以生命能夠接觸，能夠係參與呢一個嘅世界嚟到係接觸。死亡就係話，與現在我哋人嘅經歷，所有世上邊係有生命、有生活、有活力、有活動，所有嘅世界嚟到係斷絕呢一個嘅意思。死亡係可怕嘅，雖然我們係沒有在座嘅，沒有親身經歷過，但係我哋可以想像，當一個人喺佢個身體嘅裏邊，雅各書形容到就話：我個靈魂離開身體嘅時候，就我失去一切嘅知覺、一切嘅情感、一切主導我身體嘅觀感、我哋嘅思想、情感同埋意向。換句話說，死亡係一個完全黑暗沉靜嘅一個嘅世界。某些人係部分嘅經歷呢一個完全沉靜同埋黑暗嘅世界。呢類嘅人係咩呢？就係咧唔能夠失去聽覺嘅人。失去聽覺嘅人，照我所知嘅話咧，佢哋喺內生活裏邊係相當嘅惆悵，對自己、對世界、對別人係相當多嘅憤怒嘅，因為佢自己活喺一個咧自己自我嘅世界嘅裏邊，不能夠與外界嚟到係接觸。佢所能夠得到嘅認知，所能夠思考嘅嘢同埋接觸嘅係咧，就係所有有關於聲音嘅世界，佢係完全係失去。死亡嘅世界，我哋不能夠聽到任何嘅音樂，不能夠接觸到任何嘅聲音，不能夠接觸到任何嘅光所帶嚟嘅效果，不能夠有任何感受得到喺身體、情感、意向嘅經歷，係一個相當沉靜嘅世界，相當黑暗無望嘅呢個嘅世界。不單止咧，就係死亡係一個可怕嘅世界，而咧就係死亡，聖經裏邊嚟到咧就係肯定嘅嚟到係教導我哋，就係人人都係有一次嘅死亡，而呢個係暫時嘅死亡。然後跟住就講到咧，因為死後係且有審判。死後並不是咧，就係中國人許多嘅哲學思想嘅裏邊就係話咧，就係人死係如燈滅，就沒有存在嘅任何呢一個嘅意向，沒有存在。嗱，如果假如係沒有存在，就沒有審判，因為沒有物質，沒有任何嘅呢個嘅本體嚟到係被審判，也不是咧就係咧好照我所聽嘅就話孔子所說嘅就係話咧係我未知生，我焉知死？而我連人生裏邊許多嘅我都不知道，我如何知道係未來呢？喺人嘅意念同埋知識嘅裏邊，呢個係相當係正確嘅。但係咧，因着我哋有特殊嘅啟示，從神嚟到向我哋嘅啟示，所以咧，我哋既知道現在生命嘅事實，也知道將來肯定會出現嘅事實，就係話咧，人人都有一死，有死後，並不是無有。死後並不是去到一個虛無飄渺嘅一個世界，
死後而係話咧，且有一個嘅審判。解經學者喺當中嚟到係討論，究竟呢個審判係指立刻嘅審判，人死後喺呢個地獄嘅審判，抑或將來呢個最終末後嘅審判呢？喺呢一個前後文嘅意思，特別係28節嘅裏邊，形容到基督嘅再來第二次嘅顯現嘅裏邊，就好明顯啊！就係呢度形容到係將來最終呢一個嘅係審判。死亡既然是這樣嘅恐怕，這樣嘅一個惶恐，然而人類不能夠避免嘅一個嘅事實，就值得我哋嚟到思考，嚟到點樣嚟到預備面對死亡。而咧未死亡之後，又要面對一個最終嘅審判。呢個最終嘅審判係更為可怕嘅事實。而且咧就係咧聖經裏邊教導我哋就話啦，呢個係既定嘅事實，係一個神所命定嘅事實。每一位呢一個咧就係亞當嘅後裔喺我哋自然嘅生命嘅裏邊，不單止要經歷一次嘅死亡，暫時嘅死亡，而係話咧要經歷到將來呢一個永恆裏邊最終呢一個審判呢一個嘅事實。究竟人類將來面對最終嘅審判是怎樣的呢？聖經俾我哋許多嘅教導同埋呢一個嘅啟示，呢一個嘅係將來審判呢一個嘅事實。正如咧就係主耶穌自己喺呢個馬太福音25章嘅裏邊嚟到教導咧將來嘅審判係猶如用個比喻，就係咧就係呢一個這位嘅君王坐在那裏嚟到審判，將整個嘅人類將佢分為，佢用呢個羊嚟到代表，就係咧山羊同埋綿羊嚟到代表，所有嘅綿羊係在被分離、被隔離在呢個嘅右邊，所有嘅山羊係被隔離係放在呢個嘅左邊。呢度預表着咩咧？預表着就係話咧，一班是係呢一個嘅係綿羊，係聽從大牧者基督嘅聲音，係呢一班係信徒；而呢一班咧就係山羊，只係咧外表上邊喺外在個裏邊，他是羊，但是咧他們沒有跟隨聽從基督嘅聲音。呢一個約翰福音第10章裏邊嘅教導。咁所以咧呢一班係呢一個嘅呢一班嘅人，將來係面對呢一個嘅係審判。喺馬太25章嘅裏邊咧，我哋要注意就係咧喺呢個31節嘅裏邊，誰係作呢一個最終嘅審判？哪一位審判主咧？我哋嘅主教導佢係31節，當人子在他榮耀裏同着眾天使來臨的時候，要坐在他榮耀嘅寶座上，然後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係分別出來，好像牧人係分別綿羊和山羊一般。換句話說，好清楚，誰是這位將來呢個嘅審判官呢？就係主耶穌基督，他是呢位嘅審判官。聖經其他嘅見證也同樣就係咧喺呢個約翰福音5章22節裏邊形容到，就係話咧，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話咧係父係將呢一個一切嘅審判嚟到交在係子嘅身上。所以咧，那些係不聽從子的人，將來會面對他嘅審判。而咧就係聖經其他嘅地方，也是係向我哋嚟到啟喻咧，係在呢一個咧係羔羊嘅婚宴嘅裏邊，同埋呢一個咧就係我哋等間會睇一節嘅經文，嚟到證明係有將來呢個審判嘅事實。有41節喺呢個馬太25章嘅裏邊，然後咧審判所帶嚟嘅。呢一個嘅係後果係咩咧？馬太25章41節，我哋主耶穌繼續嚟到教導，佢有王又要向呢個左邊的說：你們這被咒詛的人，離開我，進入那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裏去。弟兄姊妹啊，我哋嘅朋友啊，將來呢一個永恆嘅最終審判嘅裏邊，是相當可怕的。主耶穌話：呢一班嘅人，他們要進入到係與魔鬼同埋佢嘅使者，就意思話咧，那些呢一個嘅污靈所去嘅地方係同處，係
一同處一個地方，就是係為佢哋預備嘅呢個嘅永遠的火。那裏嚟到火係代表咩咧？聖經裏邊火係多方面嘅，一方面火可以用嚟做潔淨煉淨嘅一種嘅方式，另外火咧就係話咧係預表同埋代表神嘅烈怒，神就是烈火，並不是神係轉變成為呢個無生命呢一個嘅物質，而係神嘅屬性，佢嘅憤怒，佢用而嚟係懲罰人，同埋咧彰顯佢呢一個公義嘅憤怒呢一個嘅途徑同埋方式係咩咧？猶如係烈火嚟到係焚燒一樣，而且呢個火係永遠的。聖經其他地方應用到地獄係呢個認為係一個火湖，係呢一個咧係火是不熄的，蟲是係不滅的。裏面係咧就係話咧係冒着呢個嘅煙係咧不斷嘅向上升，而係永遠不會止息的。呢個形象就係咩咧？係表彰嚟到係形容到就係在係呢一個咧就係古代嘅時期、古文明嘅時期嘅裏邊咧係戰爭嘅場面。當一個城池、一個城鎮被攻陷嘅時候，對方嘅敵人會將整個城池、整個嘅城鎮嚟到係殺滅同埋係燒毀。目的係咩咧？目的咧係防止佢哋係反叛，防止佢哋有能力嚟到咧係反撲咁嘅意思。嗱，呢個就係地獄俾我哋睇到嘅形象，永遠呢一個嘅懲罰，而且永遠不單止係在時間性嘅裏邊咧，就係咧呢一個嘅可怕嘅地方。同樣咧就係話咧呢個嘅永遠同埋永遠係沒有任何嘅機會會回轉同埋係呢一個改變呢一個嘅事實。另外有一個更加係可怕嘅事實，就係話咧在呢一個嘅係永死，在一個永遠嘅審判同埋地獄嘅裏邊咧，就係話咧許多人有一個錯誤嘅觀念，那裏沒有神嘅呢一個嘅存在，這個並不是事實。神嘅存在是咧充滿在呢一個宇宙嘅裏邊，當然他也是喜悅地係特殊地係與佢嘅子民同在，在舊約嘅裏邊，在呢個會幕，在呢個嘅聖所，同埋今日係藉着聖靈在呢個嘅教會。然而咧，神嘅同在咧就係話咧喺地獄嘅裏邊係更加嘅彰顯着咧，就係咧佢公義嘅聖潔、公義嘅審判同埋公義嘅憤怒。嚟到咧，就係向那些所有拒絕認識呢個福音同埋接受耶穌基督那些嘅人預備呢個嘅地方，也是這個地方就係為呢個魔鬼同埋所有一切嘅污靈所預備嘅地方。這個是可怕的地方，可怕的地方。但願就係當今日，你不是係呢一個嘅係基督嘅門徒，不是係屬於咧就係正如主耶穌所說嘅，你成為呢一個嘅係綿羊的話，你要嚟到係警醒，你要嚟到係聽。聖經也是係在呢個啟示錄裏邊第20章咧，俾我哋體會到咧呢個將來最終嘅審判就係話咧，所有歷代嘅人將會在神嘅審判台前。審判台前咧嚟到經歷到就係咧書卷嚟到打開，係有呢一個咩咧？有呢一個嘅書卷係審判當中呢個書卷裏邊所記載嘅人嘅名字。另外也有呢個嘅生命冊嘅書卷嘅裏邊咧，係記錄到係哪些人嘅名字係記錄係在呢個生命冊嘅裏邊。又係那時候呢個咧就係咧所有過往經歷死亡嘅人，啟示錄20章裏面記載，佢話咧喺呢個約翰嘅異象嘅裏邊，佢話20章12節，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然後跟住書卷嚟到打開，然後佢話咧死了的人都憑着這些嘅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嘅審判。又跟住咧，係於是按他們嚟到受審，
所以按他們所咩咧？所行，意思話佢哋嘅行為嚟到審判，然後咧就於是海交出其中嘅人，死亡同埋陰間也交出所有的人。換句話說，所有嘅墳墓，終有一日嚟到嚟，墳墓裏邊所有肉眼不能夠看到以往被埋葬人嘅身體係哪些嘅部分，都會將人嚟到係交出，又按照佢哋嘅行為嚟到係作呢個嘅審判。聖經一般嘅教導，呢個唔單止係咧有關於係信徒，有關於非信徒，同樣呢個嘅係對於信徒。你係睇到哥林多後書嘅5章嘅裏邊，有時係咧係帶嚟對信徒一些嘅困擾。哥林多5章後書5章第10節嘅裏邊啊，保羅佢話：因為我們眾人，包括保羅自己，佢話因為我們眾人必須站在係呢個基督審判台前嚟到係受審，為使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嚟到係受報。意思話受呢一個嘅審判嘅報酬嘅報應，咩意思呢？呢個意思就話所有呢一個嘅非信徒將要面對咧呢個地獄嘅審判，同埋咧呢個書卷裏邊所記下佢哋嘅名字，因着他們在生嘅時候係沒有嚟到咧相信基督，讓佢哋嘅名字記在呢個生命冊上。然而我哋嘅信徒，呢一個咧也要站在神嘅審判台前受呢個審判咧，係按着咩咧？按着我哋所行嘅善惡嚟到作報酬。呢個咧就好有可能哥林多前書嘅3章嘅裏邊咧，當保羅形容到就係所有在神教會裏邊侍奉嘅傳道人也好，呢一個牧師也好，就係咧保羅佢話我猶如係一個聰明嘅工頭。我知道就係建築呢一個咧喺我事工嘅裏邊係藉着耶穌基督係呢一個嘅係基礎，係建立呢個工程在耶穌基督呢一個所建立嘅救恩之上邊。所以咧每一個人將來最終嘅你嘅工程都要經歷到呢一個咧係被試煉。保羅佢話咧呢個試煉要經過火嘅試煉，各人嘅工程都要經歷。佢話那些嘅人，當佢個工程能夠保得住嘅話，就得着呢個嘅獎賞。然後咧3章嘅15節佢話：人嘅工程若被燒了，他將損失；雖然他自己將得救，卻要像在火裏經過一樣。而換句話說，當那些嘅牧者，當那些在教會裏邊侍奉嘅人，佢所建造嘅，佢嘅侍奉嘅裏邊，只係外表上有效果，在外表上看嚟好像係善功，但係不能夠經過火嘅呢一個試煉嘅話，佢所有那些外在看來是榮耀榮美嘅事情，都會被燒掉，佢得不着呢個嘅獎賞。然而，他本身係得救咁嘅意思。從呢一方面嚟睇咧，我哋就一方面咧，看到將來神嘅審判嘅時候，就係話咧，在審判日嘅裏邊，當我哋信徒站在審判台前嘅時候，就會經歷到耶穌基督說：將他區分，他是綿羊，他是綿羊，這一位是我用我嘅寶血為他嚟到係買贖，我係捨命嚟到係挽拯救了他們。這是綿羊，這是綿羊，那位也是係綿羊。然而我咧喺佢呢一個在神嘅國度裏邊侍奉嘅過程嘅裏邊，按着佢哋嘅行為嚟到係審判。這個豈不是就係話咧解釋點解喺呢個馬太25章嘅裏邊就係話咧，當我哋嘅主耶穌嚟到係作審判嘅時候，形容到就係咧點樣嚟到獎賞咧？那些為呢個咧基督給他一杯嘅涼水，當佢飢渴嘅時候，然後就係咧那些嘅綿羊，那些嘅信徒話：我何時嚟到係給呢個基督這樣嘅看顧咧？主耶穌話：當佢嘅門徒就係在呢一個咧，就係呢個飢餓嘅時候，你給他們食物；當他們呢一個口渴嘅時候，你給他們水喝；
當他們赤身露體嘅時候，你給他們衣着；當他們流離呢個浪蕩嘅時候，你係照顧他們；當他們在監獄嘅時候，你去探望他們。換句話說，按着我哋基督徒嘅行為，點解按行為並不是按呢個稱義呢？是否有抵觸呢？一點也沒有。聖經俾我睇到意思就係話呢，就係好樹會結好嘅果子，壞樹不能夠結好嘅果子。意思話咧，並不是因為我哋嘅行為係呢個善功嚟到得着呢個嘅係稱義呢個道理。意思話咧，係具體地，我哋咧就係人喺我哋嘅生命嘅裏邊啊，我哋如何彰顯出咧，就係話咧，我哋嘅善功係咧表明，具體地表明。我們是咧係因着信而係被計算為義，而係因着呢個嘅義也讓我們成聖，同埋係有呢一個嘅善功。嗱，我哋嘅宣言喺呢個第16章嘅第6段嘅裏邊相當嘅清楚。佢話：信徒本身係既因基督而係蒙悅納，他們嘅善行也在基督裏邊係蒙悅納。並不是說他們喺今生喺神嘅眼中已經係完全毫無指責、無可責備，而是說神既因為佢嘅兒子在他們在兒子裏係顧念他們，就喜悅那誠實嘅善行，即使那些嘅善行也伴隨着許多嘅軟弱同埋不完全。嗱，呢個就成為咧就係信徒我哋咧喺善行嘅裏邊咧一個相當大嘅鼓勵，讓我哋多作呢個嘅善功。然而對呢個非信徒來說，神嘅審判是一個可怕嘅日子。可能有人會問，或者係呢一個嘅係非信徒嘅朋友會問，是否有真正嘅事實證明咧將來有呢個嘅審判呢？聖經許多嘅證明，我簡單咧係表達3方面。第一點，神嘅屬性。他嘅完全聖潔同埋公義喺佢嘅世界嘅裏邊就不可能係會有呢一個邪惡同埋永遠呢個邪惡嘅存在。神係必然嘅因着佢永恆嘅他嘅呢個聖潔同埋公義係處理呢一個咧公義地係咧在地獄嘅裏邊嚟到去處理呢一個咧就係罪惡同埋反叛。第二方面，神喺呢個十字架嘅裏邊嚟到咧係宣告他如何處理人的罪，也同樣地咧十字架係表明神嘅恩慈同埋佢嘅憐憫，也同樣嘅顯明咧就係十字架係顯明神佢自己嘅公義地嚟到係懲罰呢個罪惡。不過佢係公義地將那些蒙恩拯救嘅人係懲罰在基督嘅身上，因為他是代罪嘅羔羊，他是逾越節嘅那位嘅羔羊。第三方面，我想大家打開聖經嚟睇嘅就係咧呢一個嘅係《使徒行傳》嘅17章，係保羅宣告呢一個嘅事實。保羅宣告呢個將來最終嘅審判呢一個事實。大家知道保羅喺呢一個嘅係《使徒行傳》17章記錄佢來到呢一個嘅雅典宣講呢個福音，看到雅典裏邊嘅人係相當嘅係咧係有宗教嘅意味同埋呢一個嘅儀式啊，到處都是係呢一個神壇，佢哋嘅自己嘅呢一個嘅神明所設立嘅神壇。甚至係包括咧，就有一個神壇寫着咧，就係咧係獻給係不知道不認識的神。換句話說咧，他們咧雅典人係唯恐咧就係咧疏忽，就係未有認識到某位嘅神明，而係沒有嚟到向他們嚟到供奉。所以我看到呢一方面就係咧係在古代社會嘅裏邊咧，係最文明同埋最文化發達嘅呢個城市就係雅典。出色嘅就係咧文學同埋呢一個藝術同埋設計同埋呢個法律。雅典當時候古文明最文明嘅社會，也是係最迷信嘅一個社會，係一個幾可悲嘅事實啦。然後咧喺呢個雅典嘅裏邊，保羅同當時候在呢一個嘅
係那些人士係咧，那些呢個係哲學家嚟到辯論到有關於宗教嘅信仰。然後保羅證明就話咧，假若你相信就係咧神明係需要住在你嘅神廟嘅裏邊，係讓人嚟到係供奉，讓人嚟到係維持佢嘅生命嘅話咧，豈算是係神明咧？呢個完全係違反呢個嘅邏輯。然後咧，保羅向佢哋宣告咧，真正的神同埋上帝就係咧，佢自己是一位有生命的神，佢倒將佢嘅生命嚟到係賜給呢一個咧係恩慈地恩待呢一個嘅人類。又跟住咧，保羅喺結束嘅時候點樣宣告咧？宣告就話咧，呼籲他們要悔改。點解要悔改咧？喺30節佢話，保羅向雅典人宣告，佢話世人係如蒙昧的時候、無知的時候，神並不追究。意思咧，神並不追究。意思咧，神係沒有好像所多瑪、俄摩拉那一般嘅立刻嚟到施行佢自己嘅審判，讓他們毀滅。神仍然係每一個年代裏面容忍他們。又跟住佢話咧，但係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由保羅嘅論證係咩咧？31節佢話，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設立的人嚟到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給萬人係作可信的憑據。保羅嘅論據有關於最終嘅審判咩咧？佢因為呢一位嘅人，佢冇形容到呢位人是呢一個嘅耶穌，這位是基督。但係指到這一位嘅人係從死裏復活的人，明顯嘅就是指係主救贖主耶穌基督。而聖經其他見證都俾我哋體會到，就係呢位嘅耶穌，就是呢一個將來要審判呢個人類的主。方才我引用到呢一個嘅約翰福音5章嘅22節，同樣你是否記得呢一個咧係在五旬節彼得嘅講道嘛？喺五旬節嘅裏邊，彼得如何解釋呢一個咧就係聖靈嘅澆灌呢一個嘅超自然嘅事實咧？因為耶穌基督已經係升天，已經係復活，已經係升天。呢個2章嘅33節嘅裏邊咧，就用到這位嘅基督，佢話咧，他嘅既被高舉在神嘅右邊，又從父裏受了係咧所應許嘅聖靈。換句話說，你們所看到現在五旬節具體嘅聖靈嘅超自然嘅現象，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復活了，也咧按着佢所宣告嘅回到天上邊。現在你所看嘅就係話咧係差遣呢個聖靈。就係基督現在他已經係為王。又跟住喺36節嘅裏邊，佢繼續佢話：以色列全家都確實要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換句話說，這位嘅神人就係話咧，神所按立他，他是主，他是審判主，所以咧，他嘅復活係咩咧？他個復活，這個歷史性所發生嘅事實，就係話咧，成為整個人類，就係話咧，他已經復活了，而且要向世人宣告，他就是將來的審判的主。而主耶穌自己在馬太福音25章嘅裏邊，我哋已經看過嘅裏邊嘅教導，這位坐在天上榮耀嘅寶座上那位，將來要審判所有嘅人類，整個嘅人類，將它區分，猶如係呢一個嘅山羊同埋呢一個綿羊，要區分出嚟作呢個審判。我哋嘅朋友，假若你係否定、不相信呢一個嘅將來審判呢一個事實嘅話，但係你不能夠改變主耶穌基督已經復活嘅事實，不能夠改變就係話他將來會在呢個榮耀嘅寶座上嚟到作呢個審判呢一個嘅事實。換句話說，就係話咧，方才希伯來書嘅9章嘅裏邊俾我哋睇到咧，就係兩個嘅事實，就係按着神嘅命定為我哋所流傳嘅，就係咧，每一位人都要經歷呢個死亡。
每一位人都要經歷死亡，然後面對將來最終在永恆裏邊嘅審判。然後咧28節嘅裏邊咧，俾我哋睇到另外一個嘅永恆不變嘅事實。佢話咧，同樣地，我哋嘅主耶穌基督，既然係意思係同樣地，好像人類普世所經歷到嘅死亡同埋將來不能夠改變嘅被審判嘅事實嘅話，同樣地嚟到思考有關於耶穌基督嘅呢個嘅獻祭，呢位嘅大祭司，佢係一次嘅獻祭，正如人類一次嘅經歷到暫時嘅死亡呢個事實，不是多次，而係一次。當中其他嘅地方嚟到第9章裏面用到話咧，不像呢個人類嘅亞倫嘅後裔要多次嘅獻祭，常常嘅獻祭，每一周嘅獻祭，但係咧，他只係一次嘅獻祭。由另外一個事實，28節，也是係永恆不改變嘅事實，將來會第二次嘅嚟到係顯現。喺呢個顯現嘅時候就會點咧？他與係罪無罪，意思話他與呢一個咧係負擔所拯救嘅人呢個罪係沒有關係。點解咧？而係為了拯救係那些熱切等候他的人。喺結束嘅時候，呢兩節經文俾我哋認識到有4方面永恆不變嘅事實。人類所能夠經歷嘅就係存留着一天，你同我都會經歷到暫時嘅人生嘅死亡。呢個死亡是暫時的，並不是死了就人死如燈滅，而係話將來我哋嘅靈魂同埋我哋嘅身體經歷到呢一個嘅復活，在神最終嘅審判台前。基督會將我們分辨山羊、綿羊。在座咁多位，將來你面對基督嘅審判嘅時候，你將會是係綿羊抑或山羊呢？呢個要你喺內心嚟到係回答呢個問題。我盼望當中係宣稱為基督徒嘅人，你自己喺內心嘅裏邊嚟到懇切地嚟到思考呢個問題。你宣稱是一位嘅信徒，但係喺呢個行為嘅裏邊，是否顯明你是一位嘅信徒呢？而係那些自己知道自己不宣認是信徒嘅人嘅話，我想請你嚟到嚴肅地面對人生不能夠改變嘅事實，就係你將來會面對呢個死亡。你可能懷疑將來是否有最終嘅審判，但係你不能夠改變基督復活嘅事實。不單止向佢門徒顯現，保羅說一次向500人嚟到顯現，你不能夠改變呢個嘅事實。這些永恆嘅定律同埋神嘅法則所按立同埋向我哋宣告嘅這些嘅事實，你信與不信不能夠更改呢個事實。求主嚟到係憐憫，讓我哋當中許多還未認識基督的人，包括我哋嘅孩童、我哋嘅年青人，早日面對呢一個嘅事實，以至到能夠可以準備係為你將來嘅喪禮嚟到預備，為你嘅喪禮嚟到預備。你將來你到哪裏？死亡係一個沉寂嘅世界，但係比死亡更加可怕嘅事實，面對那位憤怒的羔羊耶穌基督，求主嚟到幫助你哋思考，一齊嚟到禱告。天父，求你將這些呢一個嘅永恆嘅事實，係因着你是係永不說謊的神，也是係不能夠說謊的神，而係向我們嚟到係啟喻，以至到我們係嚴肅地嚟到係面對這些人生將來要面對嘅這些呢個嘅處境，以至到我們能夠係得着呢個智慧的心，現在就有智慧地嚟到係面對，同埋係安排，以至到我哋能夠按照聖經裏邊
係所向我哋施呢個嘅憐憫，係走向呢一個生命嘅道路。猶如呢個班揚所寫嘅呢本書裏邊形容到，就係逃離我們現在係所居住嘅這個嘅將亡城，而係尋找一個永生嘅道路同埋呢個逃生嘅道路。但願主你自己將這些嘅事實嚟到寫在當中，我哋嘅孩童同埋還未認識你啲人嘅心呢個嘅心嘅裏邊，以至到就係今天就成為他們呢一個嘅係得救的日子，也成為他們呢個榮耀盼望的日子。而主啊，我哋同樣嘅係祈求你將這些嘅真理係寫在我哋當中。若有那些係只是係表面上或者係在宣稱嘅裏邊係成為是一位嘅信徒，然而他們只是係披着呢一個嘅係外邊呢一個係綿羊嘅皮，而內中是山羊的。主啊，求你嘅憐憫臨到佢哋嘅身上。我哋禱告仰望，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